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1，诗篇119篇82到83节安尼讲：我因为毋忘你的话，目睭花，讲你什么时要安慰我？因我亲像伫火云中的皮地，总是我无袂记得你的律例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毋忘你的话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充满慈悲怜悯的天父，你是满有恩典疼痛的上帝。主啊，阮卑微的人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恳求你赐下对天来的平安互阮。主啊，阮的心这时充满忧闷甲苦痛。阮伫世上为毁坏的物憔悴毋忘，总是最后拢是更加的忧闷甲绝望。主啊，阮需要你的拯救甲帮助。主啊，阮因为毋忘你的话，目睭花，讲你什么时要安慰阮？因阮亲像伫火云中的皮地，总是阮无袂记得你的律例。主啊，阮要靠无你的话来得到帮助甲毋忘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